影下呢個長長嘅走廊先。呢個係叫觀音聖影石，就係咁嘅一塊石頭。然之後呢，呢度就係江門嘅觀音寺，佢而家係關咗門嘅，因為過咗時間啦。開門時間朝早晚六，朝六晚六。呢啲樹生得好生動啊！哇！偶遇一個濟公殿、濟公寺，偶遇一個十二生肖，呢個豬、狗、雞、馬騮、羊、馬、蛇，呢個龍、兔、老虎、牛到老鼠。呢個地方都唔錯，觀音寺就關咗門，啱好呢個濟公寺就過嚟睇下。頭先見到呢個非常有意思，成功必有條件，失敗必有原因。頭先跟住條綠道，跟住嚟到呢度湖邊，發現呢度啲都唔錯，好隨和。個綠道就喺呢邊，然之後跟住個綠道，另外一邊呢就係咁嘅景色，非常之唔錯。我繼續向前行。